今日嘅呢條視頻，大家一定要認真睇完啦。特別係對於未來有打算喺大陸買樓嘅朋友仔，寧願你唔好買樓，都千祈唔好買錯樓啦，因為隨時會變成垃圾資產，一鋪清袋啊！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收睇一號地產頻道啊！我係 Vincent。咁近排發生咗好多類似嘅案例啦。咁從舊年嘅7月份到依家呢，我哋好多客戶朋友仔相信黑心中介嘅高反佣，最終瀨嘢啦。咁喺我哋影片正式開始之前啦，先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經典嘅案例啦。喺呢個禮拜二，我哋嘅國企樓盤華發觀山水出咗一份紅頭文件，明令禁止中介惡意推廣，譬如反佣推廣。相信我哋好多香港朋友都知道華發觀山水呢個樓盤㗎啦。近排華發觀山水的而且確賣得非常之火爆，一個月可以賣幾百套。喺依家嘅市場環境嚟講，真係好誇張。而好多行家呢，為咗搶食，竟然打住高反佣嘅旗號，到處招搖撞騙，承諾客戶返7萬一間、8萬一間，甚至乎10萬一間嘅都有。咁跟佢哋買完樓之後呢，全部都唔認數㗎啦。後邊好多客戶因為攞唔到反佣，全部跑過去售樓部鬧啦，對發展商嘅影響有幾大？咁第二個啦，有啲中介仲狼死，為咗承諾客戶嘅高反佣，竟然介紹啲客去買咗爛尾樓或者高價買咗垃圾樓盤，就好似我哋呢幾位客戶朋友一樣嘅。咁點解會瀨嘢呢？呢啲中介嘅套路又係點樣嘅呢？首先佢哋會口頭承諾你高反佣，7萬一間、8萬一間，甚至乎話係10萬一間或者更多，然之後就氹你入局啦。你要知道，中山、珠海一手樓盤嚟講，發展商邊會俾咁高嘅佣金出嚟啊？咁呢啲黑心中介反咁高佣，唔通蝕本做生意啊？而好多客戶咧，竟然天真嘅認為佢哋就係慈善機構喎，唔通公司唔使運營成本，唔使出糧俾員工啊？專車接送唔使錢，請客食飯唔使錢，包括後期真係成交咗，帶你辦手續、收樓、交稅，邊次係唔使錢㗎？所以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，做生意咧，唯利是圖係好正常㗎，冇人真係會做蝕本生意㗎。而佢哋嘅心態係，既然要高反佣，咁只有2條路可以行嘅啫。大家一定要聽清楚啦，特別係第二種情況，隨時真係會血本無歸㗎。你說的是真的嗎？第一個打住高反佣嘅旗號，氹你買完樓之後，然之後就劈炮走人㗎啦。當初嘅口頭承諾，全部都係廢話。所以你依家再結合下自己嘅一個情況啦，你諗一諗，係咪自己都正在遭遇到咁樣嘅情況呢？佢哋係一個業務員同你對接嘅，而唔係公司。大家聽清楚下，唔係公司。所以即使你清醒咗之後咧，你想去告翻佢哋公司都係無濟於事㗎，因為俾到嘅答案只有一個。唔好意思啊，呢個業務員已經離職㗎啦。佢嘅承諾咧，純粹就係個人嘅問題啫，公司係完全唔知情嘅。咁到最後就只能自己認衰啦。所以即使你有時間想去揾翻律師去告翻佢哋，律師都會勸你放棄嘅，因為冇法律保護㗎。另外呢啲中介咧都捉準你嘅心理嘅，因為好多客戶朋友仔咧驚麻煩。第一個啦，你要揾律師，又要專登上嚟大陸喎，邊有咁多時間？所以到最後咧就不了了之啦。咁第二種情況咧，呢啲中介咧諗到既然要高反佣，所以咧佢哋就只能搏命去推啲垃圾樓盤，甚至乎係爛尾盤俾你啦。因為只有呢啲項目咧先會有咁高嘅佣金嘅啫，一套10幾20萬，有啲仲誇張，30、40萬嘅都有。大陸人知道情況嘅係絕對冇可能買呢啲垃圾樓盤嘅。咁而發展商想出貨，咁佢哋點啊？咁佢哋只能
俾高到你想象唔到嘅佣金出嚟俾呢啲中介咯。而呢啲中介咧真係見錢眼紅，埋沒良心。睇到咁高嘅佣金啦，你諗下做一單就可以揾到1年嘅收入㗎啦。所以佢哋就搏命去玩水魚。而我哋好多香港街坊咧，因為第一次過嚟大陸呢邊置業咧，唔了解情況嘅，好多咪中招咯。所以佢哋推銷呢啲樓盤咧，佢哋嘅套路都會包裝得好完美㗎，攞住嗌做嘅紅頭政府文件同你講咩3、5、7年規劃啊，一塊爛地都可以講成以後城市嘅一個副中心嘅，一直同你畫緊呢個餅。以後呢邊嘅交通幾方便啊，生活又幾美好啊，呢邊又建緊咩地鐵啊，咪喺呢度隨時等升值啊！咁用你就有一種代入感啦，甚至乎好多觀眾朋友俾洗咗腦之後咧，就已經憧憬緊呢邊嘅一個美好退休生活啦。好心理啦，大佬，升乜鬼值啊？風無人煙嘅山卡拉地方，好彩嘅你收到樓，攞翻原本就屬於自己嘅返佣，自己俾人出賣咗，你仲要偷笑咁幫佢數埋錢啊！咁層樓就變成垃圾資產咯。咁而唔好彩嘅層樓爛尾，又攞唔翻自己嘅返佣喎，因為你諗下，幾十萬嘅佣金，狼死啲嘅黑心中介早就攞錢走人啦，隨時拉黑你啊，而你都唔知，咁你點啊？第一，層樓住唔到人喎，咁即使住到人，當初講嘅3、5、7年規劃，可能等到你個孫結翻生仔，你都未必可以見得到佢兌現啊！你要知道，依家嘅市場咧，90%以上係諗住翻嚟退休自住嘅客戶，又或者覺得個樓價平咗，想買層單位翻嚟度假嘅。咁而當中好大部分人咧係喺香港打拼咗成世，真係血汗錢嚟㗎。咁到咗退休嘅年紀，仲要俾人捅一刀，你諗下，你會唔會紅心啊？最後邊嘅結果係層樓你住又唔係成個爛尾盤咁，冇話買餸啦，難聽啲嘅買支水可能都要喺香港帶過嚟啊！咁如果唔想住啦，層樓你想賣，唔好意思喎，你想揾第二個水魚幫你接手，第一個大陸人係絕對唔受嘅，咁再賣俾唔知情嘅香港人咩？咁除非你打半折，你再打半折出售，咁就血本無歸咯。對於以上嘅情況咧，大家真係要擘大隻眼睇清楚啦。如果你哋仲未買樓，日後有諗住喺大陸買樓嘅朋友仔，咁恭喜你刷到我哋條片啦，幫你留多個心眼。咁睇到呢度啦，大家都記得喐喐你嘅手指頭喎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將條片分享俾身邊嘅親朋戚友，話唔定日後遇到咁樣嘅情況，你哋都知道呢啲黑心中介玩緊咩套路啦。費事因為佢哋傷咗你嗰顆火紅的心啊！同埋，如果大家有諗住日後喺中山或者珠海置業嘅，或者正在關注緊中山、珠海某個樓盤嘅朋友仔，而唔知道有冇伏嘅，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下支持2個字。Vincent 可以將我哋公司做嘅一份大灣區防中伏指南送俾大家。好嘅，咁我哋就下期再見。拜拜。